有真侪大学生是读双主修，不过可能会碰到时间无拄好，就要放弃某一门课的问题。国立清华大学伫接落来新学期要推动 S-Class 对冲课程的这个制度，只要有老师呢提供完整的线顶教学，学生就免受到时间甲空间的限制，伫同一时段会当修2门课。过去学生伫大学修课，若拄到2门课的时间有冲突，就要放弃其中1门。不过，国立清华大学伫月开始的新学期，要设一种 X-Class 的冲长选课制度，解决学生的困扰。我自己面临到的困扰就是说，冲堂选课以外，我可能有些课是倒着修。如果当时有这个制度的话，那就好了啦。亲代表示，疫情发生以来，学校有真侪课的老师拢有新录影，学生会当透过修遮的老师有设定 S-Class 的课，多管学习，会伫现有的课程内底，佮加入半导体、太空、生物医疗等21门课，希望4档以后会当有8成的学生利用这种方式来上课。上课有没有一定要出席？有没有一定要点名？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跳脱一个固有的这个思考方式哦。我们重视的是他有没有学到东西，然后他是不是在没有来的过程这个时间点，他是不是有去做一些符合自己有兴趣的方向？清代表示 ，S-Class 的学生唔免现场上课，评分的标准参实体课程同款。目前会增加微学分的方式，就是无够1学分的课程，和学分的采计更较有弹性。上主要是让学生会当试探家己的方向，大学硕博士拢通修，嘛希望推展到其他的大学联的学校。记者在不离学开台北采访报道。